为什么期货一定不能频繁交易，尤其是重仓一个品种频繁交易？首先，很多人觉得只要单子能保本，出来就不算亏，忽略了高频交易意味着错误率会上升，一单的收益本来就小，再加上止损，手续费占的比例就会很大。其次，行情短期的波动是没有规律的，很容易情绪化交易，做着做着就上头了，事后一看，全部都是不符合自己交易系统的，胡乱在下单。真正大行情来临之前行情会有短暂的逆向波动，如果这个时候正好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这就可能导致利润大幅回吐，该赚的大钱还赚不到。另外，长时间的盯盘带来的疲劳会导致大脑无法正常冷静的思考，因此出现频繁的判断失误。那要怎么缓解这种情况呢？其实你只要做好自己的计划，放下赚快钱的执念，你自然而然就豁然开朗。